事到如今我才知影，是安怎无人知影，听你伤才知影。没有没有。三个因为相你看直播，它会有个圈，它开错了吧？还是因为那个不公开有关系啊？啊，那个好像是说你直播完之后，你要不要把你的直播放到？原来就是一个孤单，你咱可能的心，拢已经注定。小学还在日本吗？好像刚去。刚去，对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这种所没有人，有啊，没有人呢、然后我刚刚叫小慈帮我找红人榜，但是他没有 YouTube 没有跳出来。没有，他没有，你没有播成功，因为红人榜头像。怎么会这样？红人榜头像没有跳出来。那我感觉我中场要再直播一次。没有东西啊，我的也是没有东西啊。你确定不去检查一下它的设定吗？我是觉得它的设定是不是有问题？那我再取消，没，我再。